家里头呀，这马上全部，回去给点马上全部。这个开始了。哎，现在沙拉吃不到，给你吃。给那个鸡翅。我问你，究竟就我自己因为是做清洁，你看，你要开始了，你看你看这个，今年就过去了。这些方面的这些这火锅这些大家都好的，这老妈子嘛，这个不大的这把今天把那老妈子大妈子先把这个老妈也是说，他们接受他们，我也把这老面做了，里面他在做面那个，到底没这风波老多，今天就叫你做他妈说，你姐姐叫他妈，大家今天今夜他做好，大家今天今夜他做好。天天都是他妈的没劲，新年上的牛都轮到这，姐姐去那山，我说不能相信老的谁，相信老的有些今年了，这个就人子。今天来的上桥，到年老到接修的了，天天都是他妈的没劲，新年上的牛都轮到这。今天来的上桥，年纪大的兄弟在，过来了就见个人。大家生都是加拿大的领导，都把不老几辈子传到这边来了。那些开车嘛不是，工作就是给我当，就像家起码也就钱，我家也在南边搞的。当这刚才顶着同志当，去拿啥个精神上就去。老早街啊，领路大进街，打电了，就是别给你听了，想着别把走，打个领导这些门的话，给钱8千万来10万当，对对，现在我人上交那个那也没。是呀。
가지